教你約會時講啲咩話題，用你最愛嘅科目打開約會嘅話題。係數學老師嘅推理魔法，定係中文課嘅浪漫詩詞？我以前成日追住物理老師問點解彩虹係圓形，佢話你揾到啱嘅人就會睇到完整嘅光圈。咁你呢？有冇遇過令你心動嘅知識？用科學比喻浪漫，仲可以偷睇對方反應。我背你清照聲聲慢背到喊，但而家先知尋尋覓覓，原來係為咗遇見你呢種靈魂。文學即時變情話，仲唔加分？心理學小貼士，分享童年回憶能快速建立親密感。用輕鬆幽默包裝專業知識，對方會覺得你聰明又可愛。下次約會，不如由你以前最鍾意咩老師開始，可能發現彼此連討厭嘅數學題都會變成甜蜜共同話題。